大家好啊！因為呢段時間比較忙啊，所以都冇再講利物浦啊或者其他嘢啦。咁因為都經歷咗好耐啦，利物浦又輸一輪，跟住呢輪又贏翻，其實可以講嘅嘢其實都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噶啦，都冇乜嘢好特別講噶啦。因為隊波其實就算你贏呢幾場都係表現都係好一般嘅啫。咁唔係有一個有說服力嘅表現啊，或者真係可以睇得到係有復甦嘅跡象。或者講下就係可能都太耐冇講啦，應該有沙比嗰啲都冇講啦吓。沙比亞朗素依家係叫做休養緊。其實利物浦係咪適宜要換領隊咧？我又覺得就真係好應該要趁呢段時間要換啊。其實真係難得沙比亞朗素已經係休假中。我始終都係睇好沙比亞朗素呢個領隊。如果佢執教其他球隊，咁要佢再離開嘅時候係都可能要若干年，因為我都覺得佢係有能力係去帶領其他球隊。皇馬之所以要炒佢，或多或少就係皇馬就係唔係球隊為先，係球員為先嘅一隊球隊。你冇辦法掌控到嗰班球員，咁你自自然然就係失勢噶啦。再加上戰績，即係球員表現唔到沙比可能想要嘅嘢，沙比可以做到幾多嘢咧？尤其是雲尼素斯，大家都知啦吓，經歷啱啱都賓菲加件事件，呢個球員即係難聽啲講，仲衰過尼馬。尼馬好波，佢只係喺個球場上面玩波多過乜，即係我都係嗰句啦，同以前嘅巴西球員比，以前嘅巴西球員係真係踢一啲森巴嘅足球，或者真係為國家隊而去戰盡量希望幫國家可以攞到成績，甚至乎就算喺球隊入邊，展現自己嘅天賦都係只不過一個技能。目的都係想喺球隊贏波，多於去展現自己。但係近年嘅巴西好似尼馬咁，你問我個人就唔係好欣賞阿尼馬，因為好波但問題係過於表現自己大於國家喺球場上面，我覺得佢想展現自己嘅天賦多過幫球隊獲勝。咁當然佢都一樣係想球隊贏波嘅，但問題就係話始終都係想展現自己嘅能力係大於喺國家。而呢個雲尼素斯係直頭係更加比尼馬更加自我啲添啦吓。最重要就係自己 show off 一有可能你問我有冇種族歧視，或者都會有嘅。嗰個問題係咪人哋講一句，你就好似即刻好似上身咁一句都唔想講咁樣，專心踢好啲波啦。你話你好好波，好老實講啦，你拍落去上一代嘅巴西球員朗拿度、朗拿甸奴、美華道嗰啲你有排都未到佢哋嗰個級數啦。你睇下人哋阿卡卡嗰啲即係你幾時去到嗰種水平啊？你都未能夠係帶領到隊球隊你係有能力但係你心態上唔好冇用。所以沙比亞朗素之所以俾皇馬炒，或多或少同佢個人嘅能力咧，唔係有太大嘅關係。佢都冇辦法掌控到呢啲球員。以沙比亞朗素嗰個性格，亦都係即係佢唔係話要啲極權，但係至少你都要尊重。但係你都唔得嘅時候，沙比亞朗素點教你咧？所以你問我利物浦依家咁嘅情況，我其實想快快脆脆炒個光頭，等阿沙比亞朗素接。第一，好坦白講，呢一季報銷咗噶啦。唔好有期望啦！呢隊波嘅表現，即係如果唔換領隊，當然唔換領隊嘅話，唔會有期望啦。
歐聯之路，你睇下嗰個分組嘅形勢，更加知道一場比一場難踢，唔易應付。俾你過到 PSG，你又要過皇馬、曼城，真係去到決賽，可能巴塞或者如日方中嘅阿仙奴，都係困難嘅。而足總杯亦都係講緊啦，你都係要過五關斬六將。以球隊依家嘅表現，唔好話一啲頂級嘅球隊啊，就算一啲中游嘅球隊，你都未必有能力係可以話必定可以攞到個，唔好話贏啦，要個形勢你都未必有啊。因為利物浦依家打法係好慢啊，你可能打其他波都仲得，你打英超對翻英格蘭嗰啲球隊，嗰啲真係同你死過嘅，你打咁慢嘅，你打慢就啱啦，我有你冇你啦，咁樣，利物浦係一受壓就好困難嘅球隊啊，踢得即係唔似以前高普教，喂，你嚟我一個反擊，我前邊嗰幾個三個快嘅費明路沙拿同埋阿文尼，咁樣，人哋都仲驚你。依家我哋呢隊波係前面係快唔起，係伊基迪係得，但係問題你睇下加普沙拿冇嗰種爆炸力嘅，所以你仲要踢咁慢，人哋壓上嚟嘅時候，你根本自己都壓到自己都唞唔到氣。所以你話利物浦要攞到成績，如果仲係阿史諾教嘅話，其實可以話報銷噶啦呢季。你依家好彩維拉又啱啱輸咗俾狼隊，叫做可以話前五有啲希望但係問題就係唔穩陣嘅。依家你每一場波都係真係一場一場，就算你去踢落去，究竟有冇把握獲勝都冇噶，真係好似上一場咁，其實都係臨尾咁樣俾佢入咗一球咁樣，補時階段，如果唔係又係失分嘅。早啲換比沙比執一執好過啦。你亦都解放翻阿沃斯同埋阿費林邦，始終佢舊部點樣用佢好清楚。可以用翻佢哋嚟到打翻起。我始終覺得利物浦應該係用沃斯嚟到做重心噶。咁蘇布斯禮老實講亦都係好好狀態。輔助仲有麥卡利士打，麥卡利士打狀態唔好，我成日都就算成季我都成日都講，我都唔覺得麥卡利士打應該係講唔係唔覺得，係我唔相信麥卡利士打今季係咁沉，係因為佢本身嘅問題。我反而覺得係史諾嘅戰術嘅問題，令到麥卡利士打係有啲無所適從，係冇辦法揾得翻佢嗰個節奏。所以嚴格嚟講，依家史諾係拉低咗好多，再加上年輕球員，你唔重用好多年輕球員都話想走。高普辛辛苦苦建立嚟嘅一個正規隊同一個年輕球員嘅規隊，時不時可以接上嚟打下嘅，依家都冇埋。依家我就淨係得正規隊嗰一堆，你嘅後生又唔用。有潛質嘅球員有嘅，你諗下之前嘅利物浦有潛質嘅球員，未必真係可以幫到一隊太多，但係有潛質嘅你係睇到都有好幾個，但係依家史諾就係你完全係冇，你最好嗰個安莫古喺左手邊你又唔用，加普表現唔好你又唔換，咁你浪費咗年輕球員，走下一個，你連自己嘅王牌都冇埋，即係你將來嘅王牌都冇埋，再咁搞落去，真係會搞垮隊波，又會變翻以前，就好似之前利物浦或者而家嘅曼聯，而家曼聯其實都上翻嚟啦或者同即係之前嘅曼聯一樣，越踢越沉，你再上翻嚟好困難又係你幾難先再揾到一個高普出翻嚟啦。你唔乘住呢個勢，其實接手沙比亞索係有嗰種嘅能力，係要 turn up 到波噶嘛。你而家史諾係真係冇，佢打法咁慢咧，可能荷蘭足球係得，可能佢嘅戰術嘅意識都係喺荷蘭足球 work 嗰度，但係英格蘭真係唔係好 work 嘅。你唔夠快，
就係難打噶啦。你睇下依家好多隊波，其實就算中游佢哋都打得好快噶，可以打得好快噶。咁所以你依家喺頭嗰10名嘅英格蘭球隊，其實你好多時候你都見到，喂，都係難打喎，因為佢哋真係嗰種踢法係好快，係大家都可以上到嚟啊嘛。咁所以利物浦應該係趁呢段時間早啲換帥。其實光頭嘅史諾嘅將來喺利物浦，我覺得都唔係明亮嘅。你依家唔換，下季唔換，我相信下季季中你都係一樣要炒，因為一樣都係冇戰績。咁倒不如早啲，你沙比亞素、曼城啊或者其他球隊一簽咗沙比亞素，你連呢個咁合用嘅人物你都冇埋，你就真係好困難。因為沙比亞素有一個主因就係佢曾經係利物浦嘅重要嘅一員，亦都佢同利物浦有一個深刻嘅感情。佢起碼會教你，佢唔會咁輕易話會走。但係問題人哋搞喺第二度，想話嚟你度都唔嚟嘅時候，你再揾邊一個領隊咧？你問我依家揾邊一個係銜接到咧？其實個個都係搏㗎，我真係覺得搏一搏沙比，希望可以頂成到高普，起碼可以打翻6、7年嘅高峰啦，係嘛？尤其是沙比咁後生添，真係如果銜接得到嘅，都有好幾年可以去俾佢係去帶領利物浦再上高峰。咁呢個就係我個人嘅意見啦。今年報銷噶啦，你問我就咁啊，倒不如早啲換帥，攞個新氣象。咁啊，早啲俾沙比亞素知道佢需要啲咩球員，唔好再浪費錢啦。你舊年都雖然買嘅人都多，我哋實際上支出亦都唔係話好誇張。咁但係你知利物浦 FSG 舊年慷慨解囊啫，唔代表將來都係噶嘛。佢亦都係計過條數噶嘛。佢賣咗咁多人，或者真係賺咗咁多錢，佢先至一鑊過同你換咁多人啫。你唔會期望佢明年都會咁大手筆嘅，呢個假象嚟嘅。呢一年可能就係高普積埋嘅，慳埋俾你使一次嘅咋。你積蓄我會覺得唔係話利物浦冇錢，係佢想攞嘅錢，我相信係咁上下噶啦。你唔會再相信佢可以再同你攞一億又一億咁樣出嚟再買人噶啦。呢一套人基本上就係佢叫換咗個班底俾你。咁啊，呢套佢諗住玩好幾年，你只係再執下隊波，再即係使幾千萬執啲平靚正嘅翻嚟。我覺得會係咁樣啦。咁所以早啲俾沙比執過好過。如果唔係史諾又買翻啲冇用嘅翻嚟，你又甩唔到手，蝕嗰陣時候未必再咁多資源俾下一個應隊噶啦。咁所以整體嚟講，我覺得沙比係最好嘅，盡早換人再帶領個利物浦。好，係咁多先。